靈魂覺醒嘅7個地獄級關卡，你闖到第幾關啊？好多人以為咧覺醒係變得更加強大、更加富有、更加圓滿，但真相咧恰恰相反。真正嘅覺醒係一場全方位嘅毀滅。你唔係喺度揾緊上帝，你係喺度親手殺死緊嗰個自以為是嘅假我。大家好，我係 Samantha， 歡迎嚟到我嘅視頻啦。第一關，認知嘅徹底崩塌。你開始發現，從小到大深信不疑嘅規則，其實就係一場巨大嘅集體幻覺。你會突然之間意識到，所謂嘅成功、地位、金錢，只不過係呢個社會為咗方便管理而設計嘅精密算法。呢一關最痛苦嘅係，你發現自己生活咗幾十年，竟然只係一個運行喺別人程序裏邊嘅一個代碼。你會開始懷疑一切，而呢種空虛感會令到你嘅世界好似都喺度搖晃。呢個就正正係覺醒嘅開始。只有地基裂啦，光先至可以照入嚟。第二關，社交嘅真空隔離，你會經歷一段極致嘅孤獨。你會發現以前嘅朋友，大家揾唔到共同話題啦，甚至連親人嘅關心都會俾你覺得沉重，而且係充滿束縛嘅。呢個唔係因為你變冷漠，而係你嘅頻率發生咗躍遷。你唔再需要從別人嘅認同之中去尋找存在感。你開始厭惡無效嘅社交同埋低質嘅共鳴，你會主動將自己關喺一個精神禁閉室裏邊。記住，呢一關叫做虛偽存真。所有嘅離去都係為咗俾更高維度嘅連結騰出空間。第三關，自我嘅粉碎同埋重建，呢個就係好似地獄咁樣嘅一關。你會直面你內心嘅深處最陰暗、最軟弱、最骯髒嘅嗰個部分。嗰個你曾經極力想要掩蓋嘅自卑、妒忌、貪婪，就好似一隻怪獸一樣將你吞噬。你必須要親手撕碎嗰個虛偽嘅光鮮亮麗嘅自己。你會發現你引以為傲嘅性格，其實只係你為咗保護自己而長出嚟嘅鎧甲。喺呢一關，你會反覆崩潰，甚至想要放棄生活。但請記住，唔經歷呢一種人格嘅死亡，你永遠冇辦法獲得神聖嘅新生。第四關，業力嘅集中清算。如果你發現最近諸事不順，甚至遭遇到人生之中從未有過嘅打擊，恭喜你，你可能就進入咗業力清算期。覺醒唔係逃避因果，而係加速因果。嗰啲隱藏緊嘅債務、錯位嘅關係、壓抑嘅情緒，甚至過去世嘅業力，都好似雙輪號一樣一齊集中爆發。呢個其實就係宇宙喺度幫你掃除。如果你唔將舊嘅賬目清零，你就永遠無法開啟全新嘅生命劇本。唔好問點解係我啊，而係要去問這些想教導我什麼。第五關，慾望嘅全然寂滅。你會進入一段無欲無求嘅真空期。你發現自己對物質、名利甚至性都會失去往日嘅狂熱。呢種狀態好嚇人呀。你會覺得自己係咪廢咗呢？係咪抑鬱啊？其實都唔係。呢個就係你在脫離多巴胺嘅控制。你淨係向外求轉向內求。當你唔再被外物轉動，你先至真正攞返生命嘅主權。你會發現，原來真正嘅快樂唔係擁有咗什麼，而係發現自己竟然什麼都不再需要。第六關，化繁為奇嘅定力。你開始重新回到紅塵之中，但你嘅身份變咗啦。以前嘅你係戲裏邊演員，而家嘅你呢係坐喺觀眾席上邊嘅導演。你依然會食飯、睡覺、工作，但你唔再被情緒左右。你會發現世界依然嘈雜，但你嘅內心就好似深海一樣寂靜。你開始能夠睇穿每一個人行為背後嘅潛台詞，睇穿每一件事背後嘅底層邏輯。你唔再對抗痛苦，而係允許痛苦流過你嘅身體。你開始明白，一切發生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呢種唔係消極，呢個叫隨順天道。第七關，神聖嘅覺知，亦都係最後嘅一關。
亦都係返璞歸真嘅一關。你終於意識到，你唔係呢個身體，亦都唔係呢個大腦，甚至唔係呢個靈魂。你就係嗰片無處不在嘅空。你發現自己同萬事萬物根本冇界限。你唔再尋找意義，因為你本身就係意義。你開始明白人生呢一場遊戲唯一嘅通關獎勵就係你玩遊戲嘅過程。到咗呢一關，你無所畏懼，因為你已經看透咗生死嘅幻象。你依然喺紅塵之中生活，但你已經不在三界五行之中受苦啦。呢7個關卡，每過一關都係一次剝皮拆骨。如果你正經歷緊其中嘅痛苦，不需要恐懼，嗰個只係你破繭成蝶嘅聲音。咁樣對照一下你現在嘅處境，你覺得自己現在係第幾關呢？喺以後嘅視頻裏邊，我會講更加多嘅注意事項俾大家聽。我係 Samantha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Namaste。